大人离开菜园，沿路还是斟酌。到那寡妇门口，被他听见姬子的喊救声。哈，这就奇！大人心里很是怪，姬子声竟由草错里出来。出来时专想要去责问种菜的，所以不听见吗？大人自己醒悟着，他遂走进草错内。错内空空，并无人在。姬子在篮底叫喊，这一发现使他很是欢喜。他心里想，这寡妇就是小偷，可见世人的话全不可信。怎讲他是刻苦的人，自己一只手骨在维持一家，保证甚至要替他申请表彰，就真好笑了。亚是的古是讲，就该小哥差不多20岁，他每天真的是没事啊。这个年轻人看到一个寡妇受到了冤屈，他就想，让寡妇受到冤屈的人是一个衙门里面的官啦，一个大人啊。其實上到兩人當快，窗頭欺負人，窗頭欺負冇頭毛嘅樹嘅人，其實上好兩擺嗌冇乜事情好做，拿來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想辦法去整一下這個大人。真得慘，唔好再散草街。是吗？清一色堆堆会带，是不是洗台？なんだと？すいません。是洗台，すいません。ほら、これ持ってけ。ほ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々，刚他讲好了，清明一定会跟开始先落去。皆様、少々、すいません。哎。社長、これ5万が。ありえんなぜだ。真得慘，あのバカ野郎！不由完全老总。啊，新都杀！掉皮！我一个他妈野郎啊！不要死呢！乃夫他那个时候能够用很现代的小说的写法写出惹事、诈死。我读的时候我有吓到，而且他的写法里面我有发现到有那么一点点巴尔扎克的味道，法国的巴尔扎克。佢線上佢曉得日本話，他會讀日文，可是他發誓他終生要用漢文來寫作，這一點很了不起。他當時可能用日本文閱讀了一些西洋的作品或者日本的作品，所以他用了一些西洋的寫法來寫他的小說，像惹事、詐死就是其中之一。因此我們看的時候就發現說，喲，怎麼那麼精彩呢？
它不是一个单一行进的一个小说路线，你可以1+2+3+4+5一路加下去，加下去的结果，你想不到说它的故事内容那么的丰富，那么的精彩。他是生在17世纪的人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